统蔡英文拜访友邦过境洛杉矶，并且伫台湾时间今日透早甲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会面，引起中国的不满。在会前呢，中国福建海事局昨就宣布讲要派出目前中国上大型的海巡的船只海巡06，伫台湾海峡中北部要进行3港的联合巡航巡查。佮宣称讲，将对两岸直航的货船、4港的工作船都要实施现场的检查。陆委会对着这个代志表达强烈的不满、严正的抗议。也毋过网友发现讲海巡06等等的船只，敢若伫中国福建的沿海安尼细几年尔，就登去驻地。蔡英文甲麦卡锡会面后，包括中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等等，以及包括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拢发表声明，批评蔡总统甲麦卡锡即摆历史性会谈。中国伫咧5号宣布，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正式开始。官方媒体中国央视发布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的影片，公布的时间点，红认做是中国对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这件代志表示着不满。中国原本宣布这项行动为期3天，是为到军事迷网友发现海巡06等等的船只伫咧福建平潭的沿岸，这细几年就登去驻地。甲较早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阵，中国军方伫咧台湾周边的海峡举行大规模演习来比，这边的动作甲声势明显真小。也毋过，中国官方伫蔡英文总统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历史性见面了后，马上就发表着声明来美英美灰，讲蔡英文是以过境来做借口，实际上是想要挖去美国和台湾来独立。美国政府第3号人物众议长麦卡锡同蔡高调会见，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中国外交部搁伫声明讲，英美会向台独分裂的势力发出着严重错误的信号。中国国防部、国台办甲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嘛拢发表着声明来美英美会，除了甲外交部赞声，嘛指控美国违反着一中原则甲美中3联合公报。国台办搁讲话更强悍，只会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不要在以美谋独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伫咧英美会举行进程，中国搁透过网络甲台湾拨乌。中国日报搁做一个以英语发音的影片来攻击蔡英文总统，指控伊利用金钱甲美国维持关系。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r CSIS, is one of the staunchest supporters for Taiwan, and in return, Taiwan is one of its largest donors. 中国媒体央视国际英语频道搁抹黑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争取美国对台湾独立的支持，提供资金予美国的智库，想要透过网络传播不实的言论来迫害台湾伫咧国际形象。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